上一個眼珠珠咧咁樣拎起身係水滴形咁樣就係啱嘅方向噶啦。咁樣拎起身係圓形嘅話咧，就係反方向，你要轉一面。上眼珠珠咧，一定要學識用呢個工具，會清潔好多。用你嘅手指輕輕地咁樣喺眼正中間下邊輕輕地抹落嚟，咁樣可以兜住個美瞳，咁樣支撐住之後咧，可以望落嚟睇住鏡嘅前方，咁樣放落去，轉一轉你嘅眼珠，輕輕眯埋眼，再嚟一次，咁樣夾住個眼珠珠邊緣，拎起身檢查一下方向。放喺呢個上邊，用你嘅手指咧咁樣輕輕地抹落嚟，好似有個眼袋咁樣出現，咁樣放落去，戴上去之後咧，咁樣眯埋眼，輕輕地咁轉一轉你嘅眼珠，上下左右，咁樣眼珠珠就會好貼合噶啦。